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是多想了。是你乱想好不好？哎，你为什么要看这么老的片子？他们说这个影片很搞笑，所以我就拿来看一下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看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以前是瞎的，现在复明了。咱俩现在谁说话谁是狗？开始。哎，你看他，哎，你看他，哎，你看里面穿衣服的是不是很搞笑？哎，你看他们俩，真好笑，好笑。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，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！之前没发现你表情挺丰富的啊。看电影别看我，你不知道你比电影好看吗？别惦记我。帅哥就是用来惦记的呀。哎，你跟我说你谈过恋爱没有？身体原因没机会。身体原因，所以是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是多想了。是你乱想好不好？哎，你跟我说吧，你实话跟我讲，你是不是外星人？你又跟地球人谈不了恋爱，也是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看电影。你看过电影吗？你知不知道看电影得去电影院看，跟一堆人一起吃爆米花，这才是看电影。我知道，人越多越好看。你知道这种行为算性骚扰吗？你觉得我会骚扰你？性骚扰不因为长相、身材、地位而划分啊。干嘛？这年代还有人带这么多钱？ 10分钟100块，谁也别说话。不是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5分钟100块，你不说话我当你默认。切。